你们不用害怕，我这盒子呀，它只收冤魂。咱们刚刚看到的就是昨天晚上案发现场，所有人都是被黑衣人给杀死的。我当时是躺地上装死才躲过一劫。大人，你看。可是这黑衣人，他蒙着脸也看不出是谁呀。对，就是看不清。大人，您放心，我这盒子能放大能缩小，只要我把它放大喽，保准能猜出来他是谁。放大没有啊？怎么没电了？大人，给我点时间，1个晚上，我保证让你看清楚黑衣人的每一根汗毛。那小凡，就再给你1晚上的时间。好的，大人。走。放开我！放开我！放开！找曹县令，我说的没错吧？凶手晚上一定会来杀人灭口、抢夺手机。我们只要守在这里，就一定能抓到真凶。原来是你，贼喊捉贼，押入大牢，择日问斩。大走，走。大人，又不需要审啊？哎，既然有人认罪伏法，审不审无所谓。真溜啊！